上次同大家講過咧，我就入咗醫院嘅。咁咧，我就嗰時咧就入咗聯合醫院。大家有冇試過入呢間醫院咧？咁咧就入咗醫院咧，就比較觀察到一樣嘢。當時咧嗰層咧姑娘咧就大概一個姑娘要照顧10個病人啦。加上咧就每層咧就有4個支援啦咁樣啦，咁所以咧就喺醫院咧都非常之爆嘅。嗰一層樓咧就有69張床，每個姑娘需要照顧10個病人所以咧姑娘嘅工作量咧亦都係非常之大嘅。咁每一日醫生巡房咧大概停留同病人溝通時間咧不足於1分鐘時間，所以咧就好多時人手唔夠，令到服務質素下降好多。咁另外咧，因為醫院嗰啲工作就分得好仔細嘅，有啲咧就負責量體溫啦、篤手指啦、抽血啦、拖地啊。諸如此類，每一個工作亦都分得好仔細。咁另外一個問題就日間同夜間嘅姑娘比例咧，大概就係6:1左右啦。日間咧人數就多好多，夜晚咧就增好多。所以其實如果夜晚咧萬一有事發生咧，夜晚咧唔夠姑娘去處理咧。曾經試過有一晚連續要 call 保安上嚟3次做支援，因為點解咧？因為有啲病人咧就唔係咁聽話，唔俾落床咧，佢係夾硬要落床之類，所以咧就經常就出現呢個問題。咁其實如果醫院人手安排得好啲，時間各方面配合得好啲咧，相信病人咧會住得更加舒服，更加少投訴。因為好多時樓層嘅醫生同下邊地下要照 CT 嘅嗰啲部門，大家咧就完全冇溝通嘅，幾時去照得，幾時點樣安排人手，樓層嘅醫生咧就完全掌握唔到，只要叫個病人不斷去冇食嘢，等時間。等到幾時咧，就完全冇人可覆到我哋嘅。OK。